點用雨傘式嘅方法為自己建立多幾個可能性咧？呢個方法係對自己喺而家呢一刻塞咗喺困局入邊咧，係一個幾好嘅練習嚟嘅。咁不過呢個練習咧，你點樣會識咧？其實你就係平時又做開咯。有好多人咧喺一啲困局入邊咧，永遠跳唔出嚟咧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平時根本就冇有呢個修為。你平時根本面對一啲事就好直接就跳落去，不如去做啦，然後就諗一個直接嘅方法去解決啦，而從來冇褪後過幫自己諗啊，會唔會有第二個可能性、第三個可能性、第四個可能性呢？呢樣嘢呢，非常之緊要。我就問你啦，你因為疫情之下你冇工返，你有啲咩打算？人最直接嘅答案就係再揾工啦，繼續揾啦。咁但係事實上你繼續揾咧，都係未必會有噶嘛。咁你就會開始自暴自棄啦，唔開心啦，好多問題發生啦。但係除咗揾工之外，其實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咧？例如變賣自己一啲嘅東西，等自己可以捱多一陣先。咁有機會再講，拜拜。